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福喜来的》，我是吴依蓉。今日的来宾呢，我看到睇福喜来的风度安后生的来宾哦。不过呢，伊头讲伊2年前其实有来过嘞，伊非常贴切，咱太好1年生。不过伊是一个诗人，韩国位得奖的诗人咯，伊是小优，欢迎。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小优。多多有讲到2年前来过，家下17。应该16、17安尼。今日要讲到其實唔同客家嘅關係就蠻深，2年前來嘅時節，其實做嘅咩係同客家有關嘅事情，我哋等下都要好好嚟講啊。後生啷會同客家嘅關係會安全？唔過講到係，我哋有看到也按到本書等下會一一來收集，也總快係少有以得獎嘅文學。錯冇，主要其實係寫客語詩，係，即係用客語來去創作。其實啲以前沒有試過用客話來去寫童話故事投過嘅兒童文學獎，但係到後來我就發現到自己最重要嘅係寫詩安尼。唔同詩嘅關係，我會按走路間裏邊咯。嗰時係大概係國中1年生嘅時節，啲台東有一個先生叫彭彭先生，彭水玲先生安尼，佢係講有一個客家嘅寫詩嘅一個班，啲當日禮拜5嘅暗晡也9點嘅時節，啲台東嘅客家學堂，我教新年啊、青少年也都有寫詩，嗰時因為冇乜事情嘛，就去參加一個發通一個課程安尼，到嗰時陣啲啲講原來講客家話，伊唔能像係一個。做得拿來考試啊，做得拿來做按樣較制度化的事情的東西，伊係講係做得表達深度的想法，還有講做得變成詩作，也都做得感動人心的作品。我知道也係一件對我來講非常神奇的事情安尼。故說嗰時就聽到彭彭先生安尼繼續的寫詩。雖然到後背一個寫詩班，伊後來就冇再辦咧，但係變成用線上嘅方式來去做創作。故做到嘅是因為疫情嘅關係，都還有啲嘅創作自家嘅作品安尼。國中1年生咯，如去參加寫詩班，家下嘅班方如係種按後生嘅嚇。全部都係同我相同年紀嘅就係國中生，係國中生，有高中生，沒有國小嘅咩向下來參加，因為除咗寫詩之外，時常咩鼓勵你做得用圖畫嘅方式發出自己嘅想法咧。咁睇國中1年生去學寫客語詩嘅時節，就按會講客嘅哦。其實係一邊寫詩啊，一邊用朗讀比賽，你有文稿文章嘅方式，也咪影響我親情。因為看到一條作者都得用客話用自己嘅母語寫出，對於伊條來講，非常印象深刻嘅一條故事。我知道也係一個同好嘅方式來去同別人講心度嘅想法。嗰時候嗰時我咪想去創幾條腔用，嗰時候就開始創作自己嘅作品。一邊創作嘅時間，一邊透過一個朗讀嘅文稿來去做客家話來口述嘅一條練習安尼。因為我去參加嗰條朗讀比賽，嗰時候攞透過到嘅事。透過嗰度嘅散文咩有一條線上寫嘅一條文稿咩有，嗰時候其實啲接觸一條事情嘅過程都就會接觸非常多嘅客家嘅一條詞彙，同以前嗰條像動物嘅一條詞彙安尼。咁你錄下有睇講下嚇？以前咪冇，我係到小學2年生嘅時節，就發現講自己嘅客家人。用嚟發現咧？因為我咪唔會講，嗰時係因為我爸啲學校嘅時節，原來教線嘅條愛線學老話係講客家話。本土語言咧。佢講寫唔出去嘅，寫到客話，因為1年生嘅時節係學老話係。爸爸係學老語。我咪唔會講客，嗰時啲學校上課之後。到屋企長問我咪講，我爸先到客家話嘅，但係因為我自己每次都學一個新嘅語言當神奇嘛，就問伊講，我係客家人喎，因為我知道要當神奇，阿姨就同我講，你係客人，以前冇同你講啊，現在同你講，因為佢自己經過一個時代，總得講客話嘛，啲以前嘅時代，嗰時候我家婆就冇想
想要教佢讲客话，因为以前喺屋卡喺啲南投，因为个客种做太水嘅，之後我家婆就帶啲阿妹來到台北，因為到台北有冇按到嘅機會來去用到客家話，嗰時政府咪講總唔使講客，故所阿妹就按樣唔會講嘅，到後來咪冇。也係想法，我同佢講，我係漢人嘅一件事情，因為一個機會，叫唔錯嘅一個機會，政府係來意識到自家人來係漢人嘅一件事情。哦，按次呢，結果係爸爸叫唔錯嘅，因為伊係我叫伊自家人係攞好耐嘅哦，結果伊叫唔錯，唔攞學到真的母語，媽媽嘅語言嚟，吼，哇，伊能拍冇想到，安尼叫唔錯，本學到客話。好多更加安尼咧吼，按下時應得講。佢說，後來行嘅路其實大部分人就算接觸到嘅，其實比較被動啊吼。最多路係可能參加朗讀比賽、吼演講比賽安尼嘅，後來路繼續讀書、繼續行自家路。唔過後來連大學路係讀中央大學客家語文同社會學嘅嘛吼。我們對因為有興趣啊吼。其實我知道係啲做嘅過程度去意識到一件事情。一開始咪當然係同大家共用係因為朗讀比賽啊，還有講學校有舉辦一條認真嘅法通啊，還有其他嘅事情。到後來我過少嘅時間，我有參加一個客家話嘅合唱團。我就發現到其實語言一件事情，而唔係拿來考試嘅一條工具，而係講做的係動講嘅一種表現嘅方式。到後來自家又開始寫詩嘛，就像一本更加多人啲嘅，其實語言嘅東西，除非一條做的表達嘅事情，還有對世界一條看法，其實那係用母語表現出來係非常嘅做的同到人家嘅深度嘅。故所到後來啲推廣客話嘅一條路向，除咗自家沒有創作自己嘅作品嘛，到後來又建立一個母語嘅團體啲台東，很多講客少年團，因為係鼓勵青少年啊，還有一條同人共用言語，但係冇地方講客，冇一條家庭嘅成分做啲講客嘅一條聲音嘅，做啲啲共下為啲母語，還有幾條想嚟做嘅事情，有一份心地落去做安尼。能記一講下少年團啊，吼，係一個實質嘅團體。哦，你有粉絲專頁，做啲落去，就係網絡嘅推廣當重要嘛。因為本後生人有嘅機會，透過幾條擅長嘅事情落去做，到後來線下發通係講，搞幾條寫文學嘅一件事情，還有講像幾條去到學校啊，去到一條小學落去帶同一條新人嚟來共下去做，而且一台傳一台到線下之前嘅一條負責嘅人都上大學嘅，還係有其他嘅後生人啲推動做一條路安嘅。哦，咁唔係一到四嘅時間成立一個講客少年團。大概係16歲，我對馬來西亞轉來之後，因為嗰時參加嘅2023客家青少年國際事務訪問團，去做有關也做啦，去做有關青年團嘅一條地方嘅民間團體嘅一條發展嘅一個落去觀察嚟嘅。嗰度到嗰時我轉來就想。因為政府當鼓勵一件事情，有合肥肥，落去支持後生人落去做有關客家文化嘅一條推廣。嗰陣我就想，做嚟用按用民間團體嘅一個方式，配合政府嘅一條政策，還有鼓勵後生人落去做嘅客語啲推動嘅一條推廣。因為啲推動咩冇按到，即係你係同山嘅你嘅客人都分布啲。時尚啊，還有關山陸家嘅幾條體系，但係其實市區嘅小朋友幾條對一個東西，除咗有興趣之外，啲台東市區嘅資源咩動到嘅，故所就開始成立一個團體，同之前有陽翠嘅聲音嚟前轉來，向下落去做一樣嘅事情。哦，故所唔接觸到，其實有真蠻多嘅後生嘅，對講客
写客语，其实係個有興趣嘅，係咪？係，因為大家專長無共樣嘛，有人中意寫，有人中意講，有人咩係講，我唔會講下，但係我當會辦法通，當會有主持嘅一條事情，係講我當中意剪樣片，其實都做得向下來參與，因為呢個團體佢要成立，佢要運作嘅話，就係需要大家無共樣嘅力量，還有專長安尼。一個有想法嘅做法咧，嗬，因為像我哋不是以前做記者，我去訪問其他國家，伊能睇吹講母語，伊能都係安尼，伊能都係要向下，我講，我哋那一禮拜日向下，伊能過後睇足球，咁我哋都向下睇足球，重點都係踢足球，唔過踢足球嘅時間就要講，伊能咧茉莉花，也算嘛嘅，伊能自家語言，唔係講大家都討論，相睇講。母語係向下做大家好做嘅事情，唔過喺一個過程當中，就大家講自家嘅母語，安尼讓傳嚟下去。唔過頭談以來，我唔啲觀眾朋友我感覺過奇怪嘛嗬，如果講傳承，明明咱愛後生，如果你睇做傳承嘅事情咧。其實係講啲推動欣賞嘅演技都安排，其實冇乜嘅唔管係演出面嘅話啊，還係講客化嘅好多化一件事情，其實喺欣賞都我有同欣賞討論嘅一件事情，佢係講啲推動搞嘅欣賞啊，唔係退休嘅。轉散行嘅，就係歌神係去咧。佢歌神之後，佢講嘅話係要講佢想去教大家嘅事情，想去傳承嘅東西，咪就冇嘅。嗰時候到幾時啲推動可能睇到安樣嘅事情就有一個想法係講，同意保存下來本新一代嘅後生人，用更加新嘅方式來去將客家嘅安講嘅語言傳承下去安尼。唔可能我講要我寫嗬，人哋都等下呢都會唱。要來同大家討一下伊一擺得獎嘅一個事，韓國講伊寫事嘅一個立場，人哋睇下個多陣來。分享到咗來福喜來嘅現場，我哋今日嘅來賓係個後生嘅詩人小優，好多呢聽下講悠悠係咪？喊唔悠悠？就有時間係 Luna， 有時間係小優，就直接講安尼。Luna 係唔該好你講下，為什麼叫 Luna？ 因為阿妹講係你講係帶來好運嘅事情，所以就按你嘅名嘅。嗰時候我自家行嘅名嘅，又會講 Luna 呢。到 Luna 講到嗬，伊對行業嘅嗰度想法還有做法唔係唱上嗬，一定會講，唔單止會講，還佢會寫嗬。伊親信那種，得個個都種啦嗬。親信那種係2025台灣文學獎嘅行業新詩獎嘅書獎嗬，不是會打頭名哦嗬，而且都是台灣很重要嘅文學獎一般呢當然。熱騰騰的獎嘛，嗬，當然會唱所有安難得，今日來到現場，為我們朗讀一下好嗎？好，一般得獎嘅很多亞公島，今日潮汕度嘅天公爺，好都好一般也有帶來文字，加俾人哋朗讀一下好嗎？好。亞公島。前日潮汕度嘅天公爺，頭來木十點，暗夜見電攏嘅現場，海潮撲上天高嘅島，佢係一座高港成港停留嘅島，烏卡卡嘅海面，聽見從淡淡嘅心跳，天空。墨水減頓點，熟悉嘅皮膚係流本海岸嘅飛翔，日光娃娃透出暗夜之下嘅烏陽，沙洲唔講碉堡度嘅面容，西山嘅山夫頭那麼，樹嘅同一嘅搖搖曳曳。
清明谷搖頭熬搖，係唔係春出樹芽向前的事，就做得奪到炎炎嘅對面。花唔淺，水咪無淺，天邊的淺，海咪無淺。別個寫出詩意呢，弄花老石骨，薄薄鹹鹹，滿朝上紅唧唧的。咁做得用石頭刻定石頭嘅行接，但請用樹爪就熱出天光熱。無晒煙甜甜牙記憶，經過身體化作樣嘅圓開啲海老天南橋下嘅所在。唔講定上海全部卡。潮水刻定也心思，淋入腦甲，化作木質，流過天老海實見過嘅地方。空定講嘅木柱，係送本遠方嘅信息。日頭辣辣，削開變光色白，燒出長年過後嘅烏陽，沙洲唔淺。海度嘅思念，鹽藍藍嘅海面，水電烈烈轉嘅鋪行，氣泡冷空減結辣，條鵝鵝木入定，掩開也嘅眼呢，人生險上衰無嘅多，嘅係一錯，高講成講下個嘅多。多謝。哇，安尼一時聽起來，聽唔出係19歲嘅小阿妹寫呢吼。一般人呢會想講，假使19歲寫詩，可能會覺得係經營的情感嘅抒發。不過唔寫係一種可能後背有個大歷史嘅東西呢吼。唔當初我會想要寫呢個題材。因為嗰時我看了一個樣式，很多也星光下的黑潮島嶼也是安尼。故所嗰時我就想心度有一個想要同一條事情寫成詩的想法。因為我之前有一作品很多火燒島，就係唔出流，就係呀。嗰時咪係去看一部電影，很多流麻嘅是唔好。想要其實亞述是。除咗一條大歷史嘅背景嘅影響，其實咩係我嘅人對一條人以前嘅人想要講出嘅事情。係講因為歷史帶來嘅傷痛，佢係限啲嘅嘢，但係新嘅人，可能我想要有一種感覺係講別碰地位，佢會跳出嚟講嘅一種情感嘅來去描寫，故所將產生嘅嘢嘅作品安尼。不過按睇歷史，吼，唔看到一個電影啊、電視劇，有誒即個嘅感想，我用嚟去着手講，我用嚟寫啊，因為從頭唔拖個也講到地位，唔係寫一個島，韓國一個環境看到嘅東西，地位無人嘛，吼，不過平時唔也有寫，嗰種也地位寫到嘅，也就海啊、島啊，也就咩係人，吼，就係唔有一個。對這位安尼嘅關係，我當初係用嚟翕相，我用嚟開始寫。嗰時我有想過一件事情，係講因為一個國家一個文化還有一個歷史，佢根本源頭出來人，嗰時候也想法出現嘅時間，我就想咁做得同佢寫成一個有像島出來人出來島嘅一件事情，因為啲一個大歷史之下，我想。啲島上嘅一條人，因為係衰退咧，總得用自家嘅聲音，發出有關自家想要講嘅事情。嗰個嗰時就想，島係人係島嘅一件事情，除咗主要來講一件事情之外，咁就得用一條描寫身邊嘅一條經過嘅方式，同以前嘅一條歷史發生啲啲島上嘅評價，還有人自家身上嘅評價。按樣嘅呈現出來，
嗰时候计始开始写的时间，要系一行一行的，慢慢的去写。他喺到同我嘅时间，我有想过，咁我家己人工出嘛嘅花，因为那喺家己也嘅东西之后，对人生方嘅也条主题性，可能会有条嘅看唔清楚。嗰时候嗰时中间有一句话讲，人工对上嘅转不卡，其实喺眼上嘅非常嘅久，咁我将一个人工嘅花，家己也地位。到後來歸屬時完成之後，我有想過，因為到前面還有後輩嘅時間，認同到嘅嘅身份，已經變成一個當，而且人係當係人嘅也有關係咧。嗰時候中間感染人工嘅發嘅時間，主體呈現人工發嘅也嘅過程，咁就得。將也規矩化變成講，也係到基本上嘅轉變成以前就喺台上講法嘅也條想法安尼。嗰時候就係變成有幾句，唔講台上嘅轉不卡，除咗係建人啲嘅時代呈現出來嘅也條歷史情感之外，咪代表咧幾個島也條全部嘅人啲也嘅大背景之下講出嚟上嘅轉不卡嘅也條話，唔管係台灣島。還是福州島，其實啲兩個島之間嘅人都係按樣想嘅。唔可能也兩個作品都可以寫，還是唔會上愛，因為幾難填掉啊，好冇？咁唔會去問買人，還是唔會做那條功課，咱可以寫下，還是其實唔看一條作品都可以開始寫。除咗一條作品之外，因為像天樣嘅樣式嘅一條東西，一定係。啲真實嘅世界有發生過嘅事情，落去做轉譯還有改變嘅。嗰時候嗰時因為喺下명路東發達嘛，我就有去上面查詢到嘅，從再講嘅一條歷史啦，還有講啲嘅天陽地輩出現嘅人物，佢係來自哪隻啲現實嘅世界有發生過嘅一人，還有一個事情，還有一個人喺下樣板嘅啲。幾隻太時代生命係用嚟講出起來嘅故事，嗰條要生存下來嘅人，還有嗰條佢條上去對以前嗰條人講嘅話，就出啲名路上有到嘅，越來越多人喺下嘅時代，越來越多人來去關注一件事情。嗰時候除咗也之外，嗰時有6到有幾派嘅有關人權嘅法通，雖然嗰時我請有事情冇辦法去，但係我有請我同學同佢協調嘅，就係一條人權法通嘅事件，有戰爭嘛嘅事情，有上一本現下嘅人地帶嘅一條歷史嘅故事安尼。我相信假使觀眾朋友今日聽按後生嘅一個詩人喺講寫詩，我講因為唔嘅年紀吼，可能也會本家大家會講我講，詩係咪離我會個遠一些？吼，因為一般人可能會講個詩係非常遙遠嘅，雖然詩歸少，從長路嘅詩太少嘅，吼，大家會講幾遠幾難讀，幾難了解。好像有一層紗睇嘅，不過可能今年呢，將來也機會，我哋可以問大家，感覺詩其實可以歸遠又歸群，了一下我哋會繼續請小路同我哋分享以下詩嘅幾多，以自家嘅心得，還有詩地背嘅故事，等下個多陣啦。歡迎到咗來福喜來嘅現場，我哋今日嘅來賓係詩人小友，到呢Luna 講到嘅，以下一個也講到，如果係也擺得到2025台灣文學獎嘅行人新詩獎書獎嘅作品上一個呢，咩係同一個大背景有關，如果係2024年處理文學獎，咩係得到一個行人新詩書獎嘅很多福壽島，其實有一個已經有感覺有傳承安尼嘅，都下一個題材關注嘅面向韓國法嘅，我哋對唔嘅一開始講好嘅，因為唔講嗰種1年生開始參加一個寫詩班，開始接觸，
开始写，因为家下迄推动的客家学堂，佮说唔写的艺术史就会行艺史的哈。因为嗰時先生就同我哋講，因為嗰時因為小學6年生到高中1年生，嗰時學法也就累積，其實基本有一個長途嘅。嗰時候先生就同我哋講，寫詩一件事情，那係一開始就做得用學法來去思考嘅話，到後背創作嘅時節，要做得較容易嘅來去同學法詞彙，還有講深度嘅想法模擬一件事情做連結。嗰時候我第一首詩就係寫漢語詩案嘅。你還記得係寫乜嘅嘛？有一個我想嗰時有畫圖留下來嘅一個作品係按到野嘅樹雕嘅。嗰時就係因為我不卡帶獨欄，獨欄嗰片就係你當你阿妹視察在我哋去上課嘅時節，就會見過一大片嘅野嘅樹案嘅，我就有想到一個樹嘅一條樹葉嘅上到農場雕嘅一甲案嘅，嗰時候嗰時就同意啲按補嘢嘅時節分享出來之後，先生就鼓勵我講做得同意了記錄下來寫下來安尼，也雕嘅。雖然中間有啲甜品係我哋寫埋嘅，但係伊係有朋友嘅，除咗伊除咗椰樹雕嘅之外，沒有石頭嘅雕嘅，還有日頭嘅雕嘅。伊能對天當比出迄個時節，就會去請一個保護按到自由，嘅係我去想象嘅一件事情，咩係我知道非常珍貴嘅一件事情。雖然現下寫按到詩，但係到後背來去看嘅話，雖然會知道自己幾時都在想乜嘅咯，但係還會知道一係一個過程，一個想象嘅發揮嘅一個地方，咩係我提擺接觸到詩底背同時嘅一條部分安尼。後來還有乜嘅那條詩，你感覺唔寫了，個有感觸嘅可以同我哋分享嘅。一開始一定係從對同時開始做到嘅，就係單槍想象同佢記錄。到後來先生教我哋做一個按到體景詩。地景詩嘅部分，嗰時就講，因為推動係一個有山嘛有水，自然景觀非常多嘅一個地方，也係基本講也係同迄個都市嘅聲音嘅冇共嘅地方。嗰時候嗰時伊就鼓勵你講，做得將一個體景還有人文嘅事情，同身邊嘅人做連結，將佢寫下來。因為嗰時有拄好有一個按到後山文學獎，佢係鼓勵我哋去書寫發動體起身邊嘅一條人文體景嘅故事。故所嗰時就有對獨欄邊順嘅一個按到小野柳嘅一個地方，來去做詩嘅書寫同佢記錄安尼。如果你係咪嗰種睇寫情書？唔係寫本小野柳，按到小野柳情歌，仲咪會按到情歌嘅話，係因為我講一條自然嘅景觀，記到當場啲幾片神法，當場啲幾片歌唱講本一片土地，一條上愛傳達嘅一條美好嘅事情。佢嘅聲音還有講佢哋表現出來嘅一條通力嘅方式。我想當唱一首歌，一首寫本土地嘅情歌，故所就有同佢記錄。到後來吧，我開始寫，因為一個係單純嘅體景，想愛講本人嘅故事。到後來又寫一個陸神法嘅一首詩，係來講阿婆。因為到以前山上有非常多嘅陸神法，佢就會開定一台嘅馬胎安尼，落去處理一條陸神法。唔過因為我會講明嘛，就總得落去讀到一條就會轉起來。嗰時候我就拿一隻燈咧，坐喺邊上看伊按樣嘅處理。我就想一陸神法嘅一條景廣葉嘅，還有花苞嘅一條地方，其實同阿婆有條嘅身體，還有講性格嘅一條再連結起來。
嗰時候藝術史有安尼出現咧，其實都算係在地文化啊，有啲本土嘅美食的地位安尼。其實俺喺上我們寫史的年份也蠻久了咧，沒算寫過多年哈。你這個有觀察關心咧，因為俺哋談論俺哋因為因太關心咧面向會冇共用嘛哈。你這個寫史的題材係咪？你這個有觀察有是把它改變？有，一開始你阿講到同時都後來體驗時寫得較多，主要係描寫身邊的人事物，就係按用直接的去觀察的事情。到後來有藝術按到什麼樣的色，嗰條就開始變成抽象嘅一條思考，就係思考講什麼樣係乜嘅，那係加入一條想象什麼樣。而會呈現出來嘅係乜嘅色水安尼，嗰時候到幾時就開始轉變一個思考嘅方式，係講以前係描寫抽象嘅一條事情，同愛觀察到嘅事情，到後來開始對條嘅較大嘅議題來去進行條嘅描寫安尼，到什麼樣嘅事之後有藝術按到空人情。其實結束係描寫記憶嘅一件事情，係講啲記憶都搞定，卻尋唔到對方嘅一個空人情。因為藝術史對人來講係一個新嘅去思考嘅一個思考，係講啲抽象嘅世界地位，我用嘅概念較主觀性嘅、較具體嘅一條事情入去安尼。嗰時候到後來就變成按用抽象式嘅思考。到最尾就開始對台灣在地嘅本土，像你也有講到嘅火燒島啊，還有對台灣一片土地上講嘅事情來去描寫。但係我知道也試着喺唔在轉型嘅過程，其實做啲地位潛到嘅東西，唔係講我轉型變過去之後，就專門寫嘅一個主題，用一個方式來去。出啲也天然咧，係講啲轉變咧一條過程度同一條事情吸收起來。從我現在雖然講對歷史題材下去描寫，但係我有時間咪會對身邊嘅人事物有到嘅從你下講到嘅同時一條，但係係想象，但係係好高嘅一條思考。因為文化嘅事情，當然會想當嚴肅。然就做唔得寫史嘅一件事情，一定會當厲害，一定會有當到嘅文采用嘅。其實唔係，而就係一個想象嘅過程，一個記錄身邊事情嘅過程，安尼。咁唔係到高中嘅畢業嘅時節，唔都有過做路上學，唔愛繼續來研究客家語文相關嘅一個主題嘅係咪？因為嗰時有累積到嘅作品之外，沒有參加呢度嘅活動，像係客家五常、客家女生嘅一條展演，本來啲嘅出體文化嘅一件事情，3年啊、2年啊，還有講甚至係在地嘅一條有關客家文化嘅一條事物，還有講實體嘅公器，甚至係公器嘅一條歷史嘅事情。其實都做得變成另外一種透過戲劇嘅形式，還有透過聲音表現嘅形式來去發展出嘅一個美。嗰時候我就想，嗰時累積很多事情，就參加嘅特殊選才，就係來去到中央大學客家語文同社會科學嘅一個行業來去思考難嘅。到到我哋睇休息嘅時節吼，Luna都有講到講，一開始當然沒有寫翻譯詩，不過寫愛讀出來又感覺講，佢嘅聲韻吼、聲調嘅感覺冇客家安好。假使溫做好咯，也會係咁樣狀況，係唔感覺客家路係模擬，佢感受就冇咁樣，唔感覺。我知道，因為客家係我經過一段時間。我想算係有潛轉來，還有講對我來講，動態嘅意義係講從我一胎開始影響到我哋，還有我家婆，多轉以後客家，因為同一般嘅人唔同嘛。一般人係講對阿婆啊下來到阿妹在搞基安尼，但係我係從下輩苗上影響下去嘅。嗰時候我想客家對我來講，伊唔單止係一個模擬啊，一個
做得讲出最沟通的话，而咩代表着我对家婆也家庭之间的也都连接，甚至係對祖先的也都情感。雖然冇看過祖先啦，但係阿婆同我講，按客家的年流，有按講的語言，還有按使用嘅也都特別的詞彙，都係對亞嘅時代順帶延續下來嘅係當重要嘅事情。嗰種嘅是其實我做客家對我來講嘅重要性，還有講感情的部分，係比翻譯還較重嘅。嗰個你也有講到我念翻譯史的時間，雖然你會感受到也嘅文采，還有也條詞係非常就係佢寫嘅同學，但係因為平常時就嚟用嘛，冇各種特別的感情，還有上調嘅展現方式。其實兩者之間，我知道客家咧對我來講，采體也條根本的本土性會較重安尼。感覺非常帶得期待，因為唔係後生，無論下一擺做乜嘅條路，我感覺如果寫下去，應該也係毫無疑問嘅。不過大家也做得多注意哦，因為應該唔是叫我感覺Luna如果出這個嘅書嘅，過期待。非常感謝今日同我哋分享咁多精彩嘅故事，非常期待寫下來嘅作品。感謝，多謝。去感咩當其他什麼主持人，感謝。什麼？咁接下來呢，鄉親朋友莫轉台哦，談論線上好好運動。觀眾朋友，有請去到福喜來嘅面書粉絲專頁網站，還有訂閱我哋嘅 YouTube 頻道，隨時發落福喜來嘅最新消息。